一個負債70萬，如何靠兩支掃把養出過百人團隊？呢一集我哋走進佢嘅故事，睇下呢個紅褲仔如何憑一雙手逆轉人生。我人生最黑暗嘅時候呢，係負債緊70萬。其實呢，我從細呢就係紅褲仔基層出身嘅。咁我一路呢都有個好簡單嘅執念，就係我唔想一世打工，我想靠自己一雙手呢做出一番事業。我做人呢嘅原則呢就一路好固定，講得出，做得到，遵守承諾，實話實說。以前呢，我以為只要肯捱肯搏，人生呢就一定會越嚟越好。但係出嚟做生意呢，先發現努力呢其實從來唔等於順利。喺我人生最無助、最自我懷疑嘅時候呢，我所有嘅收入斷晒啦，生意冧晒啦，債務又纏身。其實我最深刻嘅畫面呢，我最記得噶啦，係每日戶口真係淨係可以拎到80蚊出嚟用，而80蚊可能你今日一餐飯、一杯嘢飲就已經冇晒，但係當時就已經係我全日。夜晚瞓唔着，望住天花板，其實個腦真係咁諗，點算呢？點樣還呢？點樣撐落去？同埋點樣對得住我身邊嘅屋企人，甚至乎係我身邊最親嘅人呢？嗰一種嘅無助，其實唔係辛苦，係無助感，係你努力都完全睇唔到出路。我可以翻身，最大嘅貴人呢，就係我老婆啦。喺我最落魄，身邊好多人行開嘅時候，佢選擇咗相信我，扶持我。由嗰一刻開始，我同自己講，我唔可以再輸，我唔會再大貪，我唔再浮，唔再急住揾大錢。我選擇咗最樸實、最手板眼見功夫，就係加入清潔呢一行。一開始呢，得我同我拍檔兩個人，兩支掃把，一桶漂白水，一對手，冇任何嘅團隊，冇客戶，冇名氣，一日復一日，慢慢做，用心做，落地做，呢個就係我哋公司嘅理念。喺呢幾年呢，我最深刻體會到一句呢，就係力不到不為財。任何生意、任何服務呢，你唔親身落場，唔親身經歷呢，你根本唔會知道係應該點樣做。我而家管理緊過百人嘅團隊，但係我從來都唔會淨係坐喺辦公室指指點點，因為所有嘅工序、所有嘅標準、所有客戶嘅痛點，我都親身經歷過，然後都希望我嘅同事感受到我感受過嘅嘢。我團隊最大嘅優勢呢，就係我曾經捱過苦咯，所以最識體諒客戶，亦都最識控制到呢個我哋服務嘅品質。而家最大嘅煩惱呢，根本唔係冇人清潔，而係請人難、管人難、穩定性差、成本又高。寫字樓老闆呢，普遍呢有兩大嘅痛點嘅，就係請全職嘅清潔工啦，但係佢哋遇到嘅係人工、福利、強積金、勞保同埋長期嘅成本都係好高。咁但係請散工嘅姐姐呢，又會唔穩定啦，態度飄忽，做得粗糙，同埋隨時咧會無啦啦失蹤。我哋唔係傳統老舊派嘅清潔公司，我哋係系統管理化、標準化工序同埋專業化嘅清潔滅蟲公司。